我會因為乜嘢而考慮離開咧？就係治安，邊個 party 都冇所謂，邊個做到嘢先，唔好得個吹字，踩到呢幾點隻腳咧，對於我嚟講，邊個黨咧都冇情講噶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私家加四個啊！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一個對我嚟講，或者對好多人嚟講咧都比較沉重嘅消息，就係加拿大嘅總理。加拿大嘅大選咧已經係塵埃落定啊！帶領咗我哋10年嘅自由黨咧，亦都再度冧莊，會咧再帶領加拿大多4年任期嘅。我錄片嘅時候咧，呢個消息發生到而家大概12個鐘頭啦。咁我呢12個鐘頭咧，就真係食咗幾餐飯，我都諗咗好多嘢。我自己冇答案啊！我想大家都俾啲意見咧，一齊做過呢個難關，或者一齊咧嚟緊呢4年繼續闖關啦。如果你自己加拿大公民，或者你喺海外做嘅嘢啫，或者你身邊嘅朋友喺加拿大住緊嘅話咧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團結啦。我哋有幾個核心問題咧。我作為一個中年嘅阿叔，作為一個4位小朋友父親咧，呢兩樣嘢嚟講咧，嚟緊呢4年咧點樣解決咧？而家總統嘅大選塵埃落定，究竟咧全加拿大嘅民意都話俾我聽，究竟乜嘢事發生咧？第二，隨着保守黨落選啊，嚟緊4年任期咧能夠全面執政，天下太平咧。第三啦，我會講下加拿大咧嚟緊呢4年咧，將大家嘅諗法啦、國民入邊嘅情緒衝突咧會更加兩極化。第四啦，兩個大黨咧今次得嘅票數咧係多咗好多，小黨嘅票數百分比少咗好多。大家睇到多元化現象咧好似失去咗，但係咪一定一個差嘅事咧？最緊要我自己能夠部署、分享、計劃可以做啲乜嘢咧？去到最後咧，我先會擺自己個人嘅觀點多少少，大家可以係 comment 嘅。私家加4個，分享湊4位小朋友上山下海經歷，我哋兩公婆嘅活動、夫妻關係，同埋我個人嘅運動斷食記錄。多謝大家陪住我哋一齊成長啊！私家加4個。咁首先咧，我再提一次咧，其實我非常咧唔想個頻道咧係牽涉到任何嘅政治，因為我根本就唔識，我亦都唔係專家。咁但係咧有好多嘢咧，譬如投資嚟講，或者甚至好簡單嘅生活，其實都會牽連到一啲嘅政治。咁亦都係我哋嘅責任咧，去大選出嚟投票啦。同埋咧，真係去明白嗰個政綱，或者有咩出錯嘅時候咧，我哋起碼要申訴過啊。咁所以咧，以下講嘅嘢咧，可能會有出錯，或者唔係啲咩政治專家角度去分析嘅。但係有一樣嘢我可以 guarantee 就係咧，我哋頻道創立到而家，絕對唔需要依賴任何廣告商、餐廳、黨派嘅支持。我可以幾乎肯定就係，如果你嘅身份同我越相近嘅時候咧，我下面講嘅嘢應該大家諗法咧係越相似嘅。有咗呢個初衷或者嘅 alignment 咧，我哋講落去嘅內容咧，可能會更加 make sense， 更加合理。咁如果唔係嘅，算數啦，冇問題。但係你都要有負責翻，知道翻你嘅年紀、你嘅情況、你嘅生活有邊個政黨或者而家嘅情況點樣幫到你。咁作為咧加拿大政府，我哋叫 public servants 咧，係佢都有責任，盡量保護翻所有人咧個民意去發展，同埋咧去制定啲政策政綱嘅。有咗啲前設咧，咁我就好開心咧，慢慢逐樣分享喺我腦度咧 stuck 咗好耐嘅4個問題。我開始見到少少答案，雖然答案未必我想要嘅，唔知大家點睇呢？第一呢個問題咧就係我上次拍嘅條片，好似都唔知可能2個月噶啦，到而家講嘅俾我哋聽就係個票數咧，由特朗普選咗總統之後，話加拿大要 claim 佢做51州之後咧，自由黨同保守黨咧突然間拉翻齊，甚至咧自由黨贏好多嘅。咁最尾我哋大選嘅結果就見到咧，係有168個位咧，係咧叫做輕微咧贏咗呢個嘅選舉。咁點都好，自由黨嘅 Mark Carney 咧就會帶領自由黨帶領加拿大咧執政咧4年啦。喺嗰陣時間到呢個時間點有咩改變咧？我問咗好多嘅朋友，咁當然啦。有偏見，我啲朋友啊、啲學生啊，都係我嘅年紀咁上下，咁同埋大家都華人。以我認知咧，大家都係想有一個咧比較上文化嘅轉變 ，more of 咧係個經濟嘅轉變。而我自己咧都唔係好相信啊，即係自由黨再上嚟本身咧對佢嗰個嘅一啲環保啊或者理念有衝擊啊，佢唔能夠將加拿大咧係真係令到佢賺到錢，因為最賺到錢咧係唔一定最環保嘅。究竟個民意？我就諗緊係咪全部人都係唔係同意緊嗰幾樣嘢咧？咁多咗好多嘅加拿大人或者美國嘅聲音咧，去支持恭喜咧 Mark Carney 嘅。第一咧，即係想打低 Donald Trump，邊個打低到佢咧，就其實咧我就會選佢啦。咁 Mark Carney 咧咁啱接咗咧杜魯多嗰個嘅火棒啦，咁咧佢就首先態度咧比之前更強硬啲啦，即係起碼唔係杜魯多咁樣咁軟腍腍先啦。大家覺得啊都做得唔錯喎，喺個愛國精神嘅
民憤啊，大家覺得延續 Mark Carney 好地地咯。第二就話根本咧見到特朗普嘅強硬嘅手段咧，大家唔想帶領加拿大嘅 leader 咧係另一個特朗普啊。所以如果啦保守黨上嚟嘅時候，哇！如果保守右派更強硬咧，咁啊仲大鑊，或者某程度上可以解釋咧，全加拿大諗緊咩嘢咧？一就係經濟嘅擔憂，咁 Mark Carney 咧就做過英國嘅行長啊，又好有經濟經驗啦。第二佢一上場咧100%句子起碼打緊佢嘅。其實咧就係時勢出英雄嘅啫，咁嗰陣時間梗係要強硬啦。如果杜魯多仲喺度，佢都係會變強硬嘅。不過佢冇 show 過軟弱嘅情況出現，大家唔想個右派嘅情緒嚟得咁急喺加拿大，或者誤會咗保守黨嘅同特朗普將會係一樣咁狼。又或者加上，唔好變咁多啦，即係加拿大好斯文嘅情況底下咧，都係講緊特朗普啦，唔想過右嘅主要滲入加拿大啦，希望呢有個人搞翻經濟底下，大家咧就從呢個幾方向就見到，我認為咧個民意飆升就咁啱係嗰個時刻啊嘛，咁所以呢個係我自己一個嘅假設，亦都我再揾唔到其他嘅解釋㗎啦，唔通大家唔 care 治安咩？唔通大家見唔到呢最近4年呢2年嘅治安係更加差咩？更多精神病人咧周街撞死人，但係咧冇適當嘅醫療系統醫咗佢先。而家大佬加拿大係有全民即係呢個嘅有醫療嘅保險，又唔係美國咁樣，呢啲嘅病人有冇人處理咧？仲有槍械管制啊、毒品管制啊、性教育啊，係咪重要咧？係咪可以代表家長教仔，或者甚至唔俾問小朋友近來嘅性意願，或者佢嘅諗法係點樣？只有學校知道咧。咁呢啲問題咧，其實係非常之深遠。望就望咧，加拿大人咧暫時遺忘咗，但係咧長遠落去嘅時候咧，貿易戰咧得2個原因啫，一係俾人打到靜晒，一係咧就還拖得咗然後靜晒。咁大家咧就會回歸翻於生活嘅品質方面，嗰啲先係最重要。嗰頭先啲問題咧就會完全浮現翻晒。唔好唔記得幾個月前啊，呢個情緒咧去處理頭先呢紮問題咧係重要過貿易戰問題。延伸到問題啦，自由黨咧係咪就咁從此全面執政咧？保守黨係乜都冇嘢做咧？我哋作為市民咧，老實同你講，邊個 party 都冇所謂，邊個做到嘢先？唔好得個吹字。等陣同大家講咧，我哋究竟要望住加拿大有咩轉變？分分鐘你可能會回流，或者分分鐘香港人你睇定咗咧，機會嚟啦飛雲，嗰樣嘢搞掂時候咧，可能啲人唔單止香港人啦，全部人咧翻嚟投資或者移民，好大分別㗎。我哋只係求個 leader 咧係一個 smart 能夠帶加拿大型嘅 leader 啦。但可惜嚟緊4年咧，將會有一個拉鋸嘅局面啦。因為 Mark Carney 帶領嘅自由黨咧，其實佢係攞咗168個位啦。相反保守黨咧就係博勵治啦，咁佢就攞咗第2大嘅黨派嘅票數啦。佢攞咗144個位嘅。但係而家暫時嚟講啊，如果我哋冇一啲極端嘅嘢，譬如咧不信任動議呢啲等等啊，喺嚟緊4年嘅任期嚟講咧，因為冇一個人攞到大票啊，同埋冇一個攞到172個議席嘅話咧，有好有唔好。第一啦，唔好就係咧兩邊嘅黨派咧一定咧大家唔係一個自由黨，唔係一個新自由黨啊嘛，一個自由黨一個保守黨，其實一個係我覺得係偏向極左嘅。一個咧就可能係右派嘅，咁所以咧兩個嘅衝突咧將會唔少，要出嘅政綱嚟緊對於加拿大嘅一定咧左又做唔到，右又做唔到噶啦。大家有啲會誤會咗，喂，選唔到大選咁點啊？喂，篤魚蛋啊，飲珍珠奶茶都要翻工做嘢噶，佢哋咧都會咧繼續去互相 propose 一啲嘅政策啦。我作為平常嘅市民，我希望咧係一啲大嘅方向，唔喺佢哋兩派個原生個衝擊問題。會所最怕嘅就係佢原生嗰個理念問題咧，嗰啲嘢傾唔掂嘅。唔喺呢啲問題底下，譬如小朋友有冇書讀啊，窮人有冇錢用啊，但係有冇啲效益嘅方法可以令到經濟好翻啊？呢啲咧可以傾到偈，可以真係推動到。而其他真係關於價值觀問題嘅話咧，我覺得都要鎖死一個我哋相信嘅價值觀咯。譬如點樣湊小朋友啊，一個家庭係乜嘢形式啊，一個健康嘅成人成長一定要係透過健康食品啦、冇毒品啦、一啲冇 toxic 嘅環境成長咧，呢個係我自己深信嘅。治安問題咧一定要受到人身嘅保障，大家可以較為舒服啦，去出街同埋咧享受自己嘅生活，唔需要擔驚受怕，或者有希望唔需要擔驚受怕。講到呢一點咧，踩到呢幾點隻腳咧，對於我嚟講，邊個黨咧都冇情講噶啦。雖然我都唔能夠做啲咩啦，你都唔能夠嘅。第三咧，同大家講下加拿大嘅人啊，或者分地區嚟講咧，
睇統計顯示將會更加兩極化嘅。由於頭先講啦，加拿大個選票嘅票數咧係以省份嗰個嘅地區去計數嘅，一滿咗席咧就埋單，咁啊就計票數噶啦。咁當中咧最多席位咧，其實你睇翻張圖咧就係安省啦、BC 省啦、Quebec 咧係最多嘅。Quebec 得意啲嘅，佢有個 Bloc Québécois 呢個黨嘅，咁呢個咧其實係佢哋即係 Quebec 人會真係會中意啲支持啲，因為佢了解自己多啲啊嘛。安省同埋魁北克咧已經咧係佔咗344張票入邊嘅200席㗎啦已經，所以咧你要見到咧頭先講緊嗰個仲係支持緊自由黨嘅人，真心相信自由黨嘅人，或者佢哋真心個價值觀係 align 自由黨嘅。今日呢一代我哋要搞掂環保，小朋友咧呢啲係啱嘅，所以我哋有權利咧影響小朋友嘅腦袋。Crimes 嚟講咧，其實就 keep it the same， 咁基本上咧嗰啲人都唔想嘅嚇，佢可能有為勢所逼，所以咧保釋條件非常之鬆。咁呢啲係核心價值，我冇得拗嘅。二咧就係佢根本反對呢啲嘢嘅嚇，想呢啲嘢改變嘅，但係佢就俾經濟嗰個嘅絆腳石 urgency 咧係領先咗 importance， 人生都係會咁嘅。我都完全明白，咁但係咧，你見到呢啲人咧，第一唔係贏好多啫，係贏啲啲咁多啫。但係咧，佢始終就贏咗安省、魁北省同埋 BC 省。自己我嘅想法咧係極端啲，相反嘅係大啲機會，但係人數唔係多好多啊。第二啦，當你嘅旅遊去到遠少中間地方，譬如咧 Alberta 啦，同埋沙省咧，其實你見到咧清一色啊。清一色咧都係支持保守黨嘅，所以咧你話可唔可以搬去嗰啲嘅省咧？其實等陣會同大家分享下咁嘅情況，你會見到第四個 point 你會見到加埋咧會更加極端，所以嚟緊咧，你記得之前有次講緊個抗疫嘅時候咧，咁啊 Alberta 咧、沙省咧、Manitoba 咧，其實咧佢哋都係嗰個嘅政策唔係好 align 或者唔係好支持到好多嗰個防疫政策嘅。咁當時我都係唔好明啦，因為我都係戴口罩啊，有打針啊。後來少少時候咧，即係個貨車司機遊行之後咧，我明白到多一樣嘢，對我嚟講，唔係你同唔同意嗰件事應唔應該發生，就全體一定咧亡命咁同意，係你究竟有冇個渠道俾唔同意人發聲呢個咧？其實係重要好多 ，even 我同意，但係我亦都同意佢哋要發聲。再要而家喺 social media 咧，已經見唔到香港嗰啲嘅主流媒體嘅 post 同埋新聞啦。我哋有亞洲呢個中華文化嘅，見到咧即係偷咗嘢坐監嗰啲，你又唔抄，你做相反，跟住你又抄到 censorship 嗰部分喎，咁叻仔大佬啊，禁聲同埋禁 post 喎，咩發生咩事啊大佬？我都唔知啊，錄完條片我都死梗你其實嚇，大家日日 check 住條片㗎，佢仲上唔上載人間啊？因為我覺得而家嗰個趨勢都會繼續去邊緣啦，咁所以咧，我覺得我真係對我小朋友屋企咧係真係有諗過，只係單因為治安，其他嘢我乜都唔驚，我識教仔，我會教到，我亦都唔係諗住過嚟賺錢，但係我覺得對於我嘅人嚟講係差唔多會逼到去要諗呢個問題，即係我會唔會離開呢個問題？咁但係個成本實在太大，咁我都好痛苦。咁加埋第四樣嘢咧，你會見到唔單止個票數極端，人數都參與埋極端。因為點解咧？而家大黨就當道啦嚇，小黨嘅票數咧喺今次唔知歷史性唔知10幾20年入邊咧最低。譬如新民主黨啦、綠黨啦嗰啲嘅佔嘅票數咧係低過之前，全部票數百分比咧去咗自由黨同埋保守黨。點解咧？當然第一就係人轉軚先啦，係咪？即係人投緊票嘅轉軚啦。第二嘅個基數大咗，新嚟投票嘅人咧全部淨係識投保守黨同自由黨啦。今次咧有2/3登記咗可以投票人咧係有投到票嘅。根據呢個加拿大競選嘅初期一個嘅統計啦嚇，係比2021年、2015年同2019年咧都係為之高㗎。咁即係咧係10年嘅新高啦。咁我哋統計都見到啦，有700萬人嘅加拿大啦，加拿大好多人，3000幾4000萬人啫。咁咧已經咧係投咗早票㗎啦。包括我啊，我都係之前冇投票啦，今次都彈出嚟投票。包括我識鬼政治識條鐵咩？我突然間要做 research 係咪？因為真係逼到埋身，根本嗰紮新嘅人投嘅票咧，我覺得咧佢有機會就係知道嘅情況咁極端。而家咧你只可以靠一個大邊站，唔好搞啲小嘢，根本贏面好細啫。一定係左或者右，自由黨或者保守黨作出一啲好大改變。無論你相信邊個方向，大家覺得咧，首先共通點好處就係大家都企出嚟
因為大家愛國，想有你認為好嘅改變，人數多咗 aware 或者擔心加拿大前途而作出行動咧，呢個係好事嚟嘅。咁我就講一講我自己擔心頭先嘅幾個問題，我會點樣做啦？我比較第一 number one 擔心嘅，其他我都係就咁講。第一個擔心就係咧，究竟嗰個治安問題會唔會解決得到？佢要嘅嘢都唔係好難，我覺得亦都未必違背自由黨好多嘅，就係咧個監禁年期可能長啲啦，或者有啲嚴重犯罪多次，好似博利治咁講，會唔會係終身監禁啦？又或者好簡單偷下嘢啊嗰啲咧，唔好咁易保釋出嚟得唔得啊？我啱啱去到英國去傾偈，都唔係我，係老婆，係同 Chanel 個職員傾偈，我一路喺隔離聽，即係連佢都知道咧，我老婆一講到大選啊咩治安啊，跟住個英國個女 sales 咧，係啦嚇，見你咁講，加拿大治安真係好差喎，我朋友乜乜乜啊，係人都知醜出國際大佬，就係乜都好，就係衰治安幾醜怪，咁所以咧呢樣嘢唔知點正視，我覺得好難嘅。喺咁嘅情況，極端化情況，大家會有咩去處理到呢件事呢？第二啦，就係咧要搞掂經濟問題。點解我做投資呢行咧？就係我媽從細到大都係咧要擔心錢。嗱，有錢唔係萬萬都能，但係冇錢咧就好似成塊布咧，或者一頂帽遮住你前面啦，淨係睇到腳前面嗰幾步發生咩事，望唔到遠嘅。Weekend 已經心力交瘁，你唔會去到旅行，唔會帶小朋友出去玩，你自己都瞓低咗㗎啦。冇錢係咁嚴重，所以搞唔到經濟，真係搞唔到好多嘢。如果搞到經濟咧，大家 urgency 解決到，大家會望遠啲，就會講生活啊、生存啊、品質啊，係咪啊、價值觀啊？咁所以咧，我覺得呢個係要正視嘅。以我而家嚟講，有乜嘢方法咧喺加拿大嘅經濟能夠即刻復甦到，但係影響唔到環保嘅咧？我想講即刻復甦到嘅，咁好多都講到，譬如特朗普都話啦，加拿大係理論上好多能源可以賣嘅，連杜拜定中東嘅國家都話加拿大根本多能源到咁，唔使收稅嘅其實。但係咧，我始終覺得呢一代咧唔能夠即時處理到環保。以少嘅方面咧，我覺得 Mark Carney 攞走個 carbon tax 都見到嘅，啲油價咧120幾、130幾，溫哥華可能140幾，即係200、180、140幾、150，好開心嘅。其實呢樣咧都會即時促使到個經濟係好翻好多啦，至少唔好攞出去賣，你起碼唔好出賣自己人先啦，唔好上完之後咧突然間俾啲原因又加翻你 carbon tax， 或者咧有第二啲環保原因加到第二個度，嗱真係唔好做啲傻嘢出嚟啊！呢個真係大家都要彈出嚟，對你嘅生活啦，對你老闆啦，對你商戶啦，對你打工咧都係有好大影響嘅。咁呢個通脹即刻來臨，到時嘅滯脹你搞唔掂噶啦。咁有冇其他嘅嘢可以去創造即係加拿大嗰個成長咧？我覺得 Mark Carney 嗰個策略咧，創造大量嘅 job openings 咧，係會到嗰個 GDP 上嚟嘅。但係嗰啲 job openings open 嚟做乜先？如果你唔係賣油、賣天然氣、液態天然氣做管道嘅話，大興土木起橋嘅話，但係起去邊呢？如果呢啲項目冇個真正嘅 purpose 咧，個 job openings 咧1年2年就冇晒㗎啦。你起乜嘢可以起足4年啊？喺呢個情況一定要諗清楚，佢而家嘅策略咧係緊嗰個 GDP 上去 ，which 係 OK buy time 嘅。但係中間你點樣真係能夠自己幾邊會談同其他國家去商量個政策？好簡單，我最想要啦，入啲 MPV 入嚟，俾你入嚟，但係你買翻嗰啲嘢，慢慢儲翻，咁其實咧可能嚟緊唔使耐，見到幾年嘅話咧，其實佢都創造到一啲嘅效益，都可以 diversify 到一啲嘅經濟出去啦。第二，你啲能源可唔可以賣多啲出去啊？如果唔係，幫人整一管道啊 ，consultant 都得啩，係咪啊？咁所以咧，呢啲先會有真正嘅 job openings 咯。如果你真係 job openings 住嗰個 GDP 話，用公帑啊，譬如 government spending investment 起條橋咧係到嘅，但係自己使自己錢，之後冇錢就 QE， 係咪？你冇賺錢入嚟啊，冇出口啊。咁其他呢個 topic 比較敏感，亦都我相信咧我自己喺屋企能夠搞掂嘅。但係都係嗰句啦，好多嘅成人咧唔識自己控制身體嘅，所以成年人都可能咧21歲、24歲都係好細嘅。有啲乜嘢 put 喺佢哋 system 度咧，食一啲嘢入佢身體係對佢唔健康嘅，你咪就係癱瘓緊你自己嘅零件咯。你咪癱瘓緊機器，就係咁簡單咁，即係用腦諗下，大佬係咪先？都唔 make sense 啫。如果唔係咧，咁你咪人口老年化，跟住你踏入呢個人口減慢啫，唔使衰退啊。直情日本有得嚟睇 Elon Musk 嚟講，基本上咧人類滅亡咧就係出生同埋人口增長減慢。你話唔緊要啊，我就天大地大，度度難民入晒呢度。你見到個問題咧，喺好短時間入一批要救人，一批入嚟嘅時候咧，你突然間一個屋企可以住有4間房，突然間你要請10個親戚咧，有10個親戚要投靠你咁樣，你都救唔晒㗎，做咩攬炒？我頭先所諗嘅嘢，以翻我而家身份角度諗嘢咧。
我係好平行時空，我覺得係咪我諗錯咧？因為投票唔係咁講。跟住我同啲 friend 咁講又諗啱，我見到大家 comment 咧又好似我正常喎，咁即係我直情個人都即係好懷疑人生。咁最後咧，我會因為乜嘢而考慮離開咧？唔係真係離開啊，考慮咩會離開咧？就係治安，即係治安方面繼續惡化落去咧。咁會唔會去第二啲地區啊？去 Alberta 啊、Saskatchewan 啊？老實講，呢12個鐘我都真係狂諗，我覺得咧有咁嘅可能。但係逼到個機率好低，我先會做呢個決定。因為咧嗰度真係冇人冇物，完全過嚟，因為我老婆嗰邊有生活圈，咁個原因就打破咗啦。我因為呢樣嘢要去翻或第二度長住搬晒住咧，除非短期意思係極限係3-4年，for 可能我小朋友喺入大學之前，即係有啲過渡期咧，我去馬來西亞讀國際學校係有可能有咁機會嘅。但係我長住嘅地方嘅話，我係擔心我小朋友啫。咁我都會 base on 喺可能咧，我哋目標就係第一大就係加拿大同香港，旅居地方就周圍旅居，可能係而家暫時長啲嘅日本、馬來西亞咯。但係有小朋友呢10年或者 MTNS 之前呢10年咧，好困擾，咁我就係冇答案啊！你明唔明啊？所以我淨係話求你啊，大佬，唔該有條友咧搞掂治安問題啦。我而家就係唔係，咁佢搞唔搞治安咧？我拭目以待。我希望咧佢搞得掂嘅時候，4年我唔使講呢題目噶啦，大家都忙咁忙啦。你睇我好，我睇你好，大家一齊加油。咁多冇啦，諗12個鐘嘢，我唔套咗呢條片咧，我做唔到任何嘢。咁我希望同大家分享好，又或者你聽完我嘢有 comment 幫翻我都好，當我發泄咗都好。總之我拍，唉都要一個解決啦。咁重要日子，老實講，如果調翻轉而家保守黨選咗時候咧。其實我都會拍呢條片講翻，嗱而家佢上任啦，應該估計都係邊緣上任啦。咁都係同一説話啫，都反轉2個字啫嘛。我哋都係要監察翻佢做緊呢樣嘢㗎。始終12歲就移民嚟加拿大，我真係中意住呢個地方多啲。我相信大家仲留低喺度，如果唔係翻咗香港啦，係咪？都係有中意加拿大原因，真係特別靜，但係好大機會令人反省，同埋真係活嘅一個地方，同埋有小朋友讀書真係舒服好多嘅，唔使幫佢溫埋書啊嘛，呢個真嘅就係咁多。如果大家認同頭先講嘅嘢，咁啊俾個 like 啦 ，share 啦。如果大家即係想補充嘅，大家 comment 啦。咁啊，私家家4個都會同大家繼續講翻正常嘅 topic，好似湊4個小朋友啦，兩夫妻生活啦，我自己個人嘅健康嘅記錄啊，呢個都係人生最大嘅幾個使命。咁都會同大家分享。多謝大家一路陪我行咗條路，已經差唔多5年啦。新嘅朋友記住訂閱啦，我哋就快到10萬啦。下次見大家，拜拜。如果大家都想學下基礎嘅投資知識，歡迎訂閱我另一個頻道，可以做富翁啊！牽一髮就動全身，全部有機會就搞掂晒啦。好似牽一髮動全身，好似係講唔好嘢嘅。anyway 啦，你明㗎啦嚇，即係可能金石良方啊，解鈴還須繫鈴人啊，崩口人忌崩口碗啊，係時間啊，類似啦。